伊甲囡仔有做伙写一本迄个，我想要踮海内面醒过来迄个大人甲囡仔做伙创作吼，一个台语诗，嘛是虽然无一定是足严格的诗人，不过我足趣味的一本一个诗集吼，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阮璇吼来分享伊这个创作，这艺术创作这路程中吼对伊来讲，母语这物件吼，是啥物款的光景，搁伊安怎去建立这个甲囡仔中间这个台语的这种互动生活吼，咱就时间交互阮璇吼，来拍鼓仔者。我是一个应该说造型艺术的创作者，毋过对在细汉的时阵开始，在细汉青少年的时阵，就开始为写诗文的创作。所以可能对语言这物件，拢加减有一定有兴趣，保持这个兴趣应用伫创作内面。所以我就紧张的第一摆伫台北用台语来做公演。我毋知因为我看到大家介绍类型真无共，所以我想要知影讲今日为着台语来的人是毋知有几个，为着较对创作的文晓较有兴趣的，毋知有几个安尼。第一种会使举一手无？第一种是啥物？就是台语。第二种是因为对艺文的艺主题较有兴趣的。两种拢会当聊。就两种好，感谢。我的腔口较奇怪，因为我是偏湖人，阮讲偏湖嘛，所以毋过我若拄着偏湖人，我较有法度讲较正确的偏湖腔。那若是拄着其他的，我就有一个足奇怪的冒做伙的情形出现。所以大家较包涵一下，就是可能有当时迄个调会走去，有当时迄发音是变转腔，所以就是我即马。嘿，做东华腔。东华腔对，无毋对，同安，就是，阮是搁较早，搁较老一辈讲片油，片湖有人讲片油，对啊，对遐酷，对遐酷，Q 管顶，对，毋过阮若是无对着偏湖人，我就完全错乱，就变成一个我家己的讲法安尼。若是有伤严重讲无好的所在，大家会使马上甲指正一下。好，无问题，无问题。请问一下吼，嘿，迄个水心花有迄条歌后壁有一句讲有去无来吼，伊我听人念作有去无来，伊一定去，你拄仔讲去嘛，对毋对吼？对。伊迄个有去无来，迄是恁的腔。是阮的腔啊，去。嘿，毋过。假是连鹿港甲平湖的伫高原遐拢是讲去，嘿，所以我毋知迄个歌手唱的是去还是酷，嘿，东湾腔是酷，嘿，听讲较早足侪歌拢是较全腔的发音啦，因为台北遮较早嘛是较侪全。迄个较古早的全腔有做 I R E R 啦吼，甲迄个东湾腔我海者。迄个较厦门腔所以 I R E 啊较无，比做伊就较无个比如讲你台迄种酷吼，伊讲酷，酷的准是 I R，酷的准就 K H U， 对，酷嘛吼，所以迄个较厦门腔伊较简单，较快发的就是 I R E 啦。变语言就是愈来愈简单嘛。快发，迄是较老传腔的来讲。老传腔。台湾语我海所以较简单话，你咪讲厦门腔。厦门腔，好，感谢。开始歪了，无啦，对，所以其实所以我自细汉是讲平湖腔的台语啦，迄就是我的母语嘛，毋过到
含大部分阮即阵的同款嘛，到差不多要入小学的时阵，就开始讲迄就标准国语嘛，嘿所以一开始就是爸爸妈妈喊我讲台语，我嘛喊因讲台语，慢慢就变我家喊因讲华语，因讲台语。几年了后，就是我甲妈妈、爸爸讲华语，伊嘛应我华语，就一直安尼去了嘛吼。就是敢若剩含外国讲阿嬷嘛会晓讲，所以我本来一直到成年就变大汉人以后，我的台语拢是差不多幼稚园的程度啦，就是含阿公阿嬷袂讲啥物复杂的代志，就是生活当中需要的迄种对话尔。后来我搁另外因为通常吼。伫学校内底若是成绩较好的囡仔，对迄思想认同较悬的囡仔，通常伊的华语会足标准的，会愈来愈标准啊，会去追求迄应该是讲社会普遍的迄个较悬价的认同嘛。所以有一阵仔在校我干若转去找阿妈，我会讲台语尔。后来去留学转来的时阵，就阮阿嬷笑讲，你即马台语可能比你的华语搁较歹啊正确，伊讲的无毋对。伊即句话，互我有一个足重的感觉。毋过迄当时我无结婚嘛，无囡仔，其实我对即个代志无啥物感觉有需要去开力去进步。后来，所以我是去法国留学呢，去学艺术。后来是因为我有囡仔了后，我较有较侪的反省，因为对囡仔爱开喙讲话的时阵，拄着第一站的问题，就是你要讲啥语。加上我的先生是法国人，叫我提醒讲，你其实会晓讲总之就3种嘛，法语、英语就难。莫讲啊吼，华语、台语、华语嘛吼。我甲意识着讲，迄呢，我会晓台语，其实我已经袂记啊。我袂记诶，我意识当中可能我敢若会晓华语甲法语，较讲着较顺安尼。所以伫迄个时阵开始较真正讲，即个语言对我的意义是啥物？我先说转来，简单看一个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历程。这是我今年这拄好一个活动，我就甲伊整理起来。毋过大概就是足紧的看落去就好啊。红色的字是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啦。较重点的对我来讲，可能会影响着我刷落来创作的一寡历程。我用红字，因为迄是较私人的部分。其他的就是讲我伫无共款的艺术形式内底去发表的一寡创作。有一寡是其实我是做造型艺术。毋过我转来台湾了后，迄当时有对做社区营造、社区营造、社区营造，我对即个代志足有趣味的，因为我迄当时想讲，我嘛是对一个算讲较偏乡的所在来的，我看到偏乡的足侪问题，我想讲社区营造敢会是改变偏乡甲城市的即种。足大的差别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后来就几啊年的时间，拢有去参与着迄种用艺术的方法去做所有的社区营造的工课。后来重点头前的重点，头前即张一个含我的语言意识有关系，就是阿明出生，正手边遐下骹，是我的查某囝。我就决定踮厝内底含伊讲2种语言，就是我讲台语，伊的爸爸讲法语。
吼啊，甲华语排除伫厝诶范围之外，安尼即种方式来和，应该是讲，其实是一个自私诶理由，因为我第一是想到我家己，因为我诶台语变做烂诶嘛，我想要甲台语救回来，要安怎？我住伫台北附近。台北大家较知影讲，就是无啥物台语环境，所以要甲台语救起来的方法，上简单就是伫厝内底讲，嘿。所以第一是为着我家己，第二是为想讲我的阿嬷20几个孙无一个会晓讲台语，嘿。有诶小可听有，因为有几个带朋友，毋过嘛是袂晓讲。我想讲，我希望阮阿嬷有一个上至少一个囡仔孙会使和伊讲台语安尼，所以我就开始和囡仔讲台语。另外一个嘛是较妈妈的角度的自私的理由啦，是讲，就是讲我迄阵已经有接触一寡接受一寡地方的土地的代志，甲地方的代志。我意识着讲，你若是有通写。你若是掌握着一个语言，你会当和你要认别的迄个土地甲土地上的人，无一个种硬要的一层物件，就你会使直接，你会使感觉着因讲话开口迄种感情。我希望讲我的囡仔若是后摆伊我想要伊对即个所在有认同，上简单的方法就是和伊讲台语。若是我想要伊对法国的文化有认同，上简单的方法就是和伊讲法语，安尼，这是一个安尼足直接的一种决定。阮这都莫管吼，所以毋过我的母语的意识，毋是讲足紧就安尼，来到我的意识内底。伫我的创作的世界内底。一开始是对较侪一寡对我的土地我来的所在的一寡反省甲关怀。其中一个较重要的创作是足久以前20年前，我写的一首足长的诗，叫做《母亲岛》。母亲岛，毋过伊是用华语写，因为迄阵我无母语意识，我有土地意识。我有想要去找我的根源嘛，根源。阮讲根，错乱，根源啦吼。所以我去思考我来的所在，就是平湖这个岛屿海洋，甲我的妈妈的一个家族的故事，所写落来一首诗。后来甲伊发展变成影像作品，甲一个艺术创作的作品。这是一个当初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伫法国发表的。较过来小看就是到阮4年后，我迄阵就是平湖台湾甲法国两边拢有在住，就是才住几个月转来2-3个月做一寡代志。迄阵阮做伫法国做一个驻村，你安怎讲啊？驻村，叫名。那个炸村。炸村，炸村，嘿，炸村的艺术，炸村的活动，伫法国的中部的一个山区，阮甲伫平湖记录的，因为平湖的传统的厝是迄个老古厝。嘿，是用一块舷湖，互伊伫海内面拍起来，互伊曝风雨3年了后，较家己做要起厝的物件材料，其实是把一个活的物件变成死的物件，佮变成石头，较着起。毋过因为
因为即个现代化过程当中，足侪人着放弃因的厝，有诶是离开，有诶是家己拍歹去去迄个换厝老仔厝迄种。所以留落来诶，即种老古厝，伊有一个命运啊，就是讲伊若是留落来无人插伊诶，其实因为伊是迄个闽南式诶迄种建筑，伊是讲是开诶，啊伊含大自然是有交流、互通交流诶，所以伊足紧就歹去啊。啊伊几若年了后，就变成大自然佫带入来，带入来，譬如讲树啊，就发枝啊，啥物啊，就比一般诶厝佫较紧开坏去，嘿。阮就是迄当时甲即寡当天伫澎湖记录诶一款厝甲家园即个议题诶物件，甲翕影诶作品，早去嘿对，即老古石墙，早去法国诶即个拢无海，四周围拢是山诶一个山区诶早村，驻村啊吼，一个嘿，一个艺术中心去展览。因为遐嘛是伫现代化过程中，足侪厝拢互人放杀去，变成空的村。啊，阮感觉完全无共款的村，啊，毋过因拄着足新的命运。后来就是因为澎湖有迄个要去钓金门迄个议题。我迄阵已经开始较有即寡土地意识，我着足关心的，所以去做一寡义工的活动，啊，着熟悉一寡较优质，对即个议题有关的优质。所以刷落来国光石化啊，甲妈祖鱼即个议题，我嘛有小可去参加着，无足侪小可有写一寡即方面的诗的作品。就是安尼了后，其实国光石化迄当时我大巴肚入边生啊，去到迄个同方院啊，遐同湾遐去因为有发起一个艺文界反对国光石化运动，迄当时去了后无几礼拜后我就生啊。即个代志，就是讲为对环境的关怀到我的囡仔伫今年出生，我感觉有足侪互相的影响，对我想讲要参伊讲台语即件代志。到伊差不多2岁的时阵，阮决定讲，因为艺术家要去大川交流嘛，炸川交流拢拢足困难的，要带一个囡仔、幼囡仔足困难的，所以阮就想无要紧，无人要找阮，阮嘛心情无好，心情安尼，阮就家己倒转去澎湖炸村。对，反正会使甲囡仔其实有几若点，你会使送互阿母。所以阮就因为反对钓场的运动，实在因为实在一寡朋友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叫做海洋公民基金会，因为一个所在会当去，阮就喊伊交工吗？交工我讲，阮会使炸一寡内容来教囡仔，学校的囡仔，你会使帮阮联络，恁互阮带安尼，迄间厝就是伫海头前。所以，阮就早迄个未2岁幼囡仔，就转去澎湖住3-4个月。嘿，伊迄阵都2岁囝，有过囡仔的人应该拢知影，2岁就是语言较敏感、较大爆炸的时间嘛，伊就是啥物拢会讲。囡仔的迄个意识，拄好拄着我伊伫澎湖较常听着各种的人讲台湾话。所以，伊迄当时就开始讲一寡足趣味的话。我有一寡网络上的朋友，较无信，毋过我会对因的认册，比如讲王昭华，嘿，我有拄着一个问题说，伊讲的话足趣味的，毋过我台语文盲的，因为我会晓讲，袂晓写呢，我青梅我台语青梅牛呢。
我看伊是着讲中啊，大部分阮即个内拢是家己找名无啊，无啥物好介绍的，就是安尼。啊，毋过若是想要改变，就是爱为家己做起嘛。我就开始想要家己仔的话记录落来，我就有通遮就参考焦华会写的字啊，吼，伊拢会写一篇台语，啊下骹佫台文嘿，骹佫写华文，安尼足方便，阮会使参考。我就对参考伊的文章开始去家己仔的话记录落来。啊，对遐开始，我就想讲，我一个写诗的人，啊拢无写一首仔来，嘛是无啥好嘛吼。所以我就开始写，试看卖写台语诗。啊，毋过因为我的台语就是慢慢捡转来，所以嘛无啥物好介绍。我迄阵台语诗就是亲像童，亲像囡仔诗安尼啊。有一首咱会使听看卖，看卖。今仔日的海是水蓝色的，明仔载的海是草青色的。今仔日的影是白花，明仔载的影是白白。今仔日的日头乌阴，明仔载的日头闪金。今仔日的影仔伫烧来烧外，明仔载的影仔开始乌花。收伊替你毋对，我知影，嘿，我看毋对。对，就是遮尔简单的诗篇，这是我第一首台语诗，所以特别选出来分享。啊，这后来嘛是收伫和一首主字行合作的胭脂活版印刷的一个母子诗集，应该是母女诗集啦吼。这嘛是一个少幸运的机缘嘛，就是我伫朋友的时阵，有一日囡仔，因为我常常逐日拢看着海嘛，伊只要有闲的时阵，拢伫海边啊，有当时暗时的海。我感觉迄种暗时的海，你完全看袂着边界。咱伫城市内底，四界拢是壁，四界拢是线。毋过伫一个平岛啊，就是拢是海平线，拢是平的线，啊，村内无啥物物件。迄种开阔的空间的感觉，我较伫含陪伴囡仔的过程中，我较意识到讲，这原来对我家己细汉的迄种空间的意识，甲一种身份的捏，安怎甲我家己捏变我今仔日即个形，毋是干那我的爸母，阁有我生活的环境。我是伫陪伴囡仔，搁一摆住伫朋友遐尼久，因为中间20年我可能拢是转去1个月、2礼拜迄种，迄毋是一个环境的真正住伫内底的感觉。有一日囡仔就是你要暗时阵看迄个海面，伊就硬安尼看。伊拄仔满2岁，我记得最清楚的。伊就和伊的爸爸用法语讲。je voudrais me réveiller dans la mer， 就是翻译做台语，就是讲我想要踮海内面醒过来。我互伊的字，迄句话拍着，感觉囡仔2岁囡仔哪会讲出遐尼复杂的话？因为迄是一个意识的转变，就是讲，伊毋是讲我要跳去海内面，或是伫海内面耍。伊讲我要踮海内面醒过来是醒过来，吼，就是伊有一个意识的转化，有一个困，我表示伊静静伫海内面困。我毋知迄种即句话，互我想足久的，它亲像一个好像咒语一样这样子，我就会安尼卡掉的。囡仔讲过就煞起来，伊后1秒就去做别项代志啊。毋过对我来讲，即句话改成一支锁匙安尼。我感觉我后来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我不是想要创作作品，也是有好的拄好的条件，我就想到即句话，所以我后来就做出3个作品安尼，一个是一个空间的作品，这不要紧跳过，第2个是一个影片，第3个就是一本册就是方慧老师拄仔讲的迄本，有一点仔印象的，即本册安尼。
我迄当时入新竹一项邀请我来做一本册，想法是讲做一本册。我就是讲，我家讲，我想要做一本含囡仔做伙合作的一个台语诗的册，因为伫进前2摆的合作，就是讲即个嘛是因为参加因的展览做的一个空间的用足侪泥纸做的一个作品安尼。我就有通时爱问头家张老板，我较知影讲台湾较早其实无台文的印字，嘿，较早因为咱的印字外版印刷的系统，汉字的部分是为日本来的。后来到为上海来，毋过迄是已经较后来代志啊。所以日本时代因为有方便化运动嘛，咱嘛无法度印台语文的册。后来阁有国民党政府的迄个公益的运动，所以嘛要印台文的册是足困难的，所以一直无咱拢。差不多拢无即种言字，无迄个时空条件去做即个代志，所以较早的歌仔册拢是用，就是倒字，有啥物汉字啊，家倒安尼差不多，照字，对，歌仔册迄种拢是照字，所以我就足有兴趣的，我想讲，我想要做一本。即摆一定无人咧用言字印刷的时代，我想要做一本囡仔册是台语的。我家己想着足爽的，毋过甲跟老板制作足侪麻烦的。我讲我若做一本台语册、台文的册，你敢有法度生出迄特殊的台语的台文的言字啊？伊讲你要做，我就用互你。所以伊就帮我做本来的拢是因本来无的。本身无的字，譬如讲，一寡馆顶有一寡字，拢是有的是伊感觉讲，伊会使挂字，家字切，甲迄部首切掉，搁倒另外一边，甲伊倒起来，甲伊排版的时阵吼，排版的时阵甲摆起来。有当时伊就讲我规去做一个字母，直接做一个字母来好啊，反正可能后摆嘛有人会有兴趣。字母啦。字母，就是用迄较定的技术做。对，所以我足感谢伊，可能是了本吧咧做一本册。嘿，讲我对即个言字的即种较早的即种技术吼，即种工业的技术，我感觉足迷人的。其实过去的一个工业的技术，被咱的时代淘汰了后，咱较反倒转来会当去欣赏到伊的水，伊的艺术性。我感觉迄个部分会搁较明显起来，因为咱会需要对伊搁做另外一层的解释甲转化咱的看法，对即个代志观点，对即个代志观点。讲到囡仔的话，咱会使看一篇，若是对言字的世界较无了解印象的人，咱会拄好会当看一篇。你也在为内容创作烦恼吗？你需要使用 Artlist 是给影视创作。好。这是当初要杀册的时阵做的一寡影片。最好的多合一平台。我是兰诺，悠悠。这是一开始爱加言字刻，这叫做刻字。
扣字了，才是白板。Canon. Je veux faire un câlin tout noir, comme dans la nuit qui a du soleil. D'abord la nuit dans la bouche du soleil. Et maintenant ça change. C'est le soleil qui est dans la bouche de la nuit. 我不只就爱抱亲像暗暝内底有吉他，一开始是暗暝，伫日头的厝内面，今仔换过来是日头伫暗暝的厝内面，要一个全部黑色的。就像在夜。本诗集内底就是，若是一开始是用法语讲出来，我就会保留法语的法文的部分。若是一开始用台语的，我就无法文，因为无足贵的做。每一个字拢是钱买起来的，所以就是安尼，嘛是爱尊重伊本来的迄个母语嘛吼。啊，毋过无法度全部拢法文，加上是台湾的迄个读者较无需要法文。这本册内底嘛有音乐的部分，因为我后来做这本册进前有做一寡用台语来做点览，台语诗朋友的台语诗来做点览的部分。过程当中我发现讲，足侪人就是像我共款台文的青眉牛。阮朋友的足好的一本诗集是用台文写，毋过伊讲伊拢看袂入去，毋过变做有声音的，就是一个表演场内底，你听着伊读迄首诗，伊讲伊去家母陪，伊足有感觉的。我较意是讲对，因为咱台湾是足侪人拢是台语青眉牛，所以讲咱对台文即个文字，其实虽然伊是汉字，毋过也是讲。莫讲台语，搁较免讲，因为你无学过。毋过汉字呢，你嘛是感觉足含义足无熟的，你读着看着伊的表面，无看着伊的内容安尼。毋过你用听的，你马上去家母陪安尼。所以我就想讲我出这版这个诗集，我想要有声音，直接互较无惯是看台文的人嘛会使感觉台语的水安尼。所以我就有邀请一寡音乐人创作者来选伊册内底有兴趣的诗来写歌。咱会使听一批批啊，王朝华写的《阿明生海》这首诗是伊我记录的囡仔讲出来的亲像诗的话第2首。其实足简单，就是迄个囡仔一直讲要去生海。伊就去讲，伊看到迄个海面的光景。因为时间到啊，大人要拖伊走嘛，伊无爱走，伊就讲伊就甲阮高正讲，搁一摆就好，搁一遍，互我搁算一遍。关一下灯吗？日头来啊，落海海角，阿明生海，海超大的，阿明食海。
潮滚滚，日头来啊，人爱海潮，阿明不上海，海潮来，阿明吃海，海水咸咸，海洋白白，海潮滚滚。阿明个要去佚佗海啦，搁一遍就好啦。阿明个要去佚佗海啦，搁一遍就好啦。去海就是迄个了去耍个海。跳过一寡物件。这是我同阮先生做的一个起伫岛的小学，做工作坊甲甲岛树的一寡声音，早起互岛树的囡仔听。互因去听讲因家己岛厝的园顶的一寡声音的风景，有当时是海内底因较无法度听到的，譬如讲枪声，枪声我毋知大家怎讲。枪声就是讲海内底一种虾仔、海鸡仔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迄种。伊是用伊的手、伊的叶仔足紧的叶个海水内底气泡，伊会发出一个爆炸的声音，伊用迄声音去甲因吸住遐迄浮游生物，甲伊互伊用混，就紧食。就是吼，囡仔去透过声音去讲伊即个生物的故事啦，还是讲去互伊下面讨论因伫即个岛园顶生活，其实无遮侪物件，因为小岛园顶的囡仔因个文资源少，其他的大部分的资源拢足少的，毋过伫因可能较无注意到的所在，还是讲因经注意到，毋过无即摊的有大人和因讨论的部分，其实有足侪美感的可能性，会是运用因的一个足珍贵的部分。阮想要去献一个，互因看卖的安尼。中午嘛有含因做一寡代志，譬如讲教因去采访因厝内底的人，因的爸爸因的职业，足侪含可能渔业有关系，地方的还是近海的渔业有关系。迄个工作坊就叫做阮身躯顶的海味咯。因就讲伊，譬如讲伊讲阮，你也毋食啥物？早暝日也毋食啥物？伊讲捌食鱼啊。是安怎来的啊？爸爸掠的啊？用啥物啊？用啥物啊？开船出去掠，即种。家己做一个广播节目，上尾尾就是含因录音，甲因做一寡跳一寡海鸡仔的本数，来做一寡简单的乐器，来算安尼。
后来有做一个影片嘛，有做一寡展览，和即个计划有关系。伫即个过程当中，我个愈感觉着，因为连离岛的囡仔大部分拢学阮讲华语啦，因听有台语，因是听是无问题啦，毋过要表达嘛是无遐尼顺。好。接落来有一个作品和雷亚西社有关系，这是几啊年前吼，算欠嘛几啊年前。我受到一个邀请，伫一个来学一个看起来足高级的艺人啊，要怎讲？艺农吼，看起来足高级的艺农。伊真正是高级。二楼做一个参加一个几仔个人参加的展览，伊的主题就是为罗亚西社迄当时的一寡诗作内面的土地艺术，开始去讨论受到邀请的艺术家拢来，大家拢用家己较熟悉、较熟的一寡媒体。去安怎讲？来用今仔日的角度来看，讲你为遐开始，你想要做啥物作品安尼？虽然我是写诗的人，毋过其实我看的诗无介侪，我着为遐较开始去了解，讲要啊是啥甲伊的时代，是倒一寡诗人，有一寡咱即摆小可有读诗的人，可能拢有听过。我去献因的迄个诗集嘛，着因偏足侪大本的迄种。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我感觉内底足侪诗，伊的感情，伊描述的一寡内容，拢是，这台语人啊，头的这客语人啊，毋过拢是华语，拢是华文。我感觉，无怪我细汉时无啥介意读足侪前辈诗。因为我感觉伊的感情甲伊用的文字，有当时是无一致的，有当时毋过当然有当时诗是超过即个语言的限制，咱拢会感觉到伊的力量。毋过有当时真正是你会感觉背后伊有一个是台语的文化的物件，搁经过转译变成华文即个部分。所以我就家己就是选一寡诗选其中的一寡句，因为我毋敢选全部，就爱问大家每一个作家的意见。所以我就选安尼挑选一个，我家用家己的方式家己翻做台文，家己读出来，录起来。我感觉这首诗我甲伊。应该是台文的，我当然会去查作家的背景啦吼，知影讲伊是应该是台语的背景。毋过即个来学即个应该是讲资科技园区嘛，科技园区附近，每一个人安怎讲？我的观察是讲，其实遮有足侪对中南部还是无。开始讲台语的环境来的囡仔，会做变成工作者，因逐工伫遮上班下班。其实因离大部分的人离即个语言挺足远的。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即个点咱叫做现实扶流，现实浮流。所以我后来决定甲即个录起来的即寡台语文的诗的片一寡。脆片吼，会当安尼讲脆片，家己用一个指向的喇叭，指向的喇叭就是你放伫一个方向光顶，你放落来时阵，敢若即足细颗位听会清楚，都是伫即个艺农的外口门口要入来，遐就是。人行道遮吼，大家拢下班拢会经过所在，有一个白色的，往家插白色的，迄个点你若是经过遐徛着迄个点，你就会听到声音。
伊离开就无声音，就是拢是车声甲人声安尼。你徛在遐，迄声音就亲像伫咧耳仔边仔伫讲话安尼。就是因点咱的时间7点关吧是8点，伊就8、6点大概下班时间才开始播送到半暝12点。会使好莫听好，有时间。点咱内底是我对咧啊诗社的创社的诗人林宗元先生的诗最有兴趣的。我对伊，因为伊是为伊，还是为你，还是为啥我袂记的，反正就是少的咧啊诗社的诗人内底坚持一直写台语诗的台文诗，所以我感觉迄阵出一条讲，哇！伫迄个时代，个人坚持写台语诗，毋惊有关单位的关切。我感觉足厉害的啊！我感觉足佩服的。我嘛足好奇，讲是安怎伊有法度安尼，所以我就去台南。反正我就想办法去问到伊的联络方式啦。我反正就是有人后来好心安排安尼，我就是甲伊做一个访问。所以壁悬顶是我对伊的访问，伊讲的话，讲对台语文学，甲台语诗，甲推销台语的一寡想法。毋过即个艺馆顶有一个CDI，即个艺馆顶有一个会使听的物件，你听。你坐当遐听，你会听到即个内容。放弃。放两次。问阮有当过啦，无去想一次，想怪大幸运的呀！你啦，用着无去死将在地，无会当对你救去死体大地中。看爱问办到水比多阿呀出干掉是无啥物内容，安那主要是伊的声音。着顶的真可能听听会发现讲，这是台语啊，这是台语吗？这拢地是指标在将。因为你可能会认出台语的特色，但搁听袂出伊的意思。定期出处。我就是甲，因为你是伊为我念一首伊足有名的诗，叫做《婴仔的话》，讲台南土地银行厝遐下骹的婴仔的故事。其实伊就是要讲台湾人的一个处境，迄当时，真互人赶走的婴仔诗。我迄阵足感动的，伊念甲嘛足激动的。过我后来决定甲伊的话，拢敢若甲伊的保留台语的特色，甲伊的发音的安怎讲？因为我毋是咧语言学的，反正就是甲伊处理到变做你听会出台语的特色，过你听袂出伊的意思。吹快会。对。当然这是这个内底甲外口这两个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计划一个作品安尼。就是我家己迄当时慢慢带囡仔嘛，就有感受的，就是。即摆搁较好啊！即摆若是讲，譬如讲台语剧学团啊，啥物拢较活泼，较有组织来做一寡代志。毋过我的囡仔拄有好比即摆台语剧学团的囡仔搁大
几岁啊安尼。我感觉要找着教囡仔的家己的资源，足辛苦的，足无简单的。什物逐摆热天的什物台北艺术节、儿童艺术节，我逐遍看拢，上尾要干那剩一天出会使去看，因为剩诶拢是欢喜的嘛。我就会徛面，我想讲我无爱先互伊看家己的。上尾要紧，其实拢毋免紧，反正有就去看就好啊，因为无啥物好紧的。迄当时是安尼，其实嘛无介久的心情。所以我对家己的迄种现实的处境有一种极强的感受啦。我刷落来，即个是2019年伫平湖的开拓馆，做的一个展览。阮甲一个较早是馆长的馆舍，甲伊即摆是一个展览的所在，甲伊变做全部拢是一个展览场，啊无分是啥人做的作品。其实创作者是我甲阮先生甲另外一个住伫平湖10几档的法国人，伊嘛有在做作品，所以阮就3个合作。这一个展览叫做《海钓下面梦》。海钓下面梦。阮想要看的观点是讲，大家拢感觉譬如讲平湖啊，迄款小岛是偏乡，是一寡偏僻的所在，啊，台湾是世界的偏僻的所在，看起来是安尼啦。毋过，若是为海洋的观点来讲，其实迄个潮间带，我毋知要安怎讲家己吼。潮间带其实是世界生活的中心，因为遐是陆地甲海洋的迄个相对着的所在，交界的所在，啊伊嘛是上侪生命的可能性的所在，啊伊有一个过渡，但是迄种海水安尼变化，伊就无共款的海鲸仔无共款的迄种生态科就会变化安尼。所以这是阮的展览的主题，就是为潮间带去发展作品。海沙坡，吼。毋过若毋是海山，若是石头的安怎念石的。无来，那迄板石头啊，迄草灰。迄嘛是潮间带。无啥会潮间带，伊迄草拢是蟹皮，这真假假。过潮间带毋是有迄个什么潮汐的？恰迄道叫潮间带。好，可能无一定单一概念内底是分开的概念吼。我伫讲的主要是其中我家己做的作品是一个空间的作品馆顶是一寡平湖的海洋的树干，树干所写起来的一寡话。因为我伫准备这展览的过程当中，感觉足侪树干足水的，搁伊其实是地方的生存的智慧的一寡表现。内底足自然的有海洋的文化的精华。平湖的树干。对，平湖。海有关的。海有关的，甲海的智慧有关的树干啊，譬如讲什么月若中间水着大把，月若在路水着在淹，月若起一半。水着在苦，看无听无？有诶，我嘛无介了，因为无介了解，因为真诶有在做即寡海诶劳动诶人，都会足有了解。你若中间吼，水着大把吼，你若跌落唔知，月若跌落，水着低，月若起一半，水着在苦。好赞，感谢。你在啊，动词的在。对，所以对，这个房间就是献互这只树干的房间，伊迄个布会飘会动，
就是较有迄种风甲叮当的感觉，水的感觉。这是我后来写的一首诗，就是因为即个经验，即个做这个点咱的经验，认捌即寡俗案了后，写的一首诗叫做《思君》。用看就好啊。还是大哥，你要了解？叫做书啦吼，伊叫做选酒，按将酒叫做诗啊。书跟选举甲选句嘛，这个难书甲难诗啦，是所以大部分因就做书啦。是。倒大书信，再来是打，搁再来是雨甲厝。以上是无食水的部分来抓准。只要有湿，倒有山，四周围一流水，等无水。唔讲一流水，一流水吼。涨潮。嘛，阮一流水入来倒有山，茫茫大海通世界哈。总有一部分人变成会耍位的事，用无正的方位去做家己的事。总有一部分记忆化作美食的船，少年时的灯塔，我毋中。航海中无留离是起，爱讲，伊起水用3分，人讲雨花离流长，雨花离流长头。都是讲，摊卖鱼我吃的新鲜的鲜呢，新鲜的鲜才对的。我想对。我是这个当主编，我做这个，我赞成这个讲咱的个沙龙嘛吼，这个是对法国人来，就讲法国人在到这里法国的就是上好的语言哦，因为法国人英语是简单，个沙龙来开讲。小言。咱台湾人即摆就是讲开讲那种华丽的，开讲造势的艺术啦。是。所以我基金会嘛，我们咱就做一个台语的沙龙，请大家来讲话啦。是。你讲历史，你讲历史，你讲伊法律，你讲伊的大众的，所以阮这个沙龙就是有法国的沙龙来，要甲咱的生活的语言拢用你生活的代志拢用台语讲。是。你唔用简单会晓说，简单说，食饱未？简单看安尼尔。你要讲科学，你要讲文学，你要讲你阿公的代志，还是我恁姐姐的代志，拢用这台语讲。就沙龙的目的。感谢。哇，互董事长念我的诗。我顶你们当主编。念这就好，我后摆会再请你录音。先硬起来。我是顶你们当主编。好，就是其实讲来讲，拄则遐大部就是要讲着迄首诗。对，就是为母亲岛中间有一个囡仔创作总算来到一个小可会当看的诗，台语的安尼。我家己感觉有一个感谢囡仔。好，这个头过好啊。好，我简单讲一下。这是4年前的麻豆大地艺术季。我有一个作品叫做海枯土沃，伊是外语的海枯土沃。伊是伫海沟土鸭，这个叫海沟。因为咱袂讲土鸭嘛，是鸭水嘛，对吧？咱会讲土鸭。我以前鸭水迄真肥嘛，做土鸭的。真的哦。肥沃。好。伊是伫麻豆的一个，迄种较早是5分仔车载甘蔗的一个路线，铁路废弃的铁路歹去的铁路边啊，顶新有一个有建筑师单宣雄做的一个空间，阮伫即个空间内底做一个声音的作品。主题是想要去回应较早可能历史的即个部分。阮
这个作品，对阮来讲足挑战，因为第一我无熟，第二是刀锋内海的历史足复杂的，第二是声音是即马当发生的代志，过去就过去啊。伫有录音的技术进前，无人有法度把声音留落来，唯一有法度的就是语言传承。毋过，就是安尼。毋过后来，阮发展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除了去采集抑搁即马有可能的声音的风景之外，就是用语言的无共款的语言去表现一寡过去的一寡可能历史上元素，譬如讲希腊雅的语言一点仔，即马搁留落来一点仔碎片，譬如讲荷兰啊讲，荷兰的17世纪的歌谣，海原唱的歌谣，譬如讲17世纪的一种传统的欧洲的乐器，迄海原有当时会走去船馆顶弹唱的。譬如讲日语，因为遐的迄个5分仔车站，也是讲附近的迄个铁骑路，拢是日本人来应该设立的。因拢有较早日语的名，拢找着伫较早的地图馆顶。所以读一寡文献啊，甲一寡元素，佮家抽出来做语言上的表现安尼。好，这个会当听一点仔。这个是2年前伫云林嘉义县、嘉义市、新营4个城做一个计划。过阮互人邀请讲，恁敢会当伫火车的车厢内底做一个声音的作品？我甲阮先生，所以伫为新营出发，一直到云林站，差不多50分钟的一个旅程。你入去车厢内底，火车发动了后，你迄个声音就开始，一直到你落车。来决定选用3首诗来做其他的声音中间的一寡语言的内容。一个是萧丁川先生的八江溪爱歌，因为火车会经过八江溪，伊讲较早甲即卖八江溪的差别，即首诗内底。佮有另外一是原本是日文写作的。嘉南朋友肖湘文先生写的，我甲伊翻做台语，这部分爱感谢郑顺聪先生。佮有迄个沈花墨，新花墨小姐，伊敢若是用华语，毋过伊是云林人，伊是云林大汉的囡仔，所以我也问伊讲，我写伙甲问讲，我敢会使帮你翻做台文，然后用伫即个作品内底，伊嘛有同意。所以伫车厢内底有啥物像咱伫电影伊也是讲即种沙龙，就是有一个约会嘛，逐个时间点来到做伙做一个集体的行为一个行动。所以咱是用集体的方式去感受一个情景，经过一个时间安尼，去大家做伙有一个共同的经验。伫即个经验当中，伫即个刷动的一个车体内底。咱经过即寡风景是现代即马即当时现主时的风景，毋过咱声音内底可能会使伫无共款的时空内底跳动耍位，所以有当时你可能会使目睭放开开，有当时你看窗外的风景，有一寡风景含伊讲的所在可能对会着，有当时已经对袂着。有当时你会用较反省的角度，有当时你欣赏迄个你听无的语言的一个声音的水安尼，就是伫即寡部分去感觉一个声音艺术的地位。就无听无语言，你会当用无同款的角度去欣赏。去作品有一寡作品内底，我会思考到迄个所在甲迄个语言的关系，甲伊。伫即个透过艺术性的处理，
我想要透过这个语言去讲啥物安尼。我会带伊甲伊的好朋友一个课，就是走兔，走兔行兔啊，走兔，行兔。就是去熟悉咱生活当中较无熟悉的稳重的稳重的族群。所以阮譬如讲，先研究讲缅甸华人，新北市范围，阮会坐车就会当去的。缅甸华人伊是啥物历史的背景？伊先熟悉缅甸，先熟悉缅甸文，先做啥物款？来咱去缅甸街去食，因为囡仔就是爱有一个鱼嘛吼，讲安尼去食缅甸奶茶安尼去食，去熟悉。另外一日就是去熟悉移民港的文化，移民港的历史。来，阮就找一天去行菲律宾的金曼曼大楼，阮去走兔、行兔安尼。囡仔就会有一寡问题啊，譬如讲，遮尔热是安怎会食？啥物啊？阮会讨论讲，你若是一个移民工，你无一个月趁足少钱，你设一间店，来买的人嘛无足侪钱，你可能敢若有法度安尼伫即个所在，你食着家乡的味，你就足欢喜啦，目屎就要流落来，可能袂去计较遐尼侪物质的条件。阮会有一寡讨论安尼。这是我会较开时间的，其他的嘛，当然自学团体嘛有因的学期的计划，阮嘛有通写去支持甲因，互学习团体甲厝内面的一寡组队有法度，有通写有法度是内面有一寡理路会当甲伊考起来安尼。